你都上一段节目咧，谈你个总裁咧，分享几个人生故事哈，同大家同面好好咧问一下哈。其实我的总裁去改用是去到香港，是对，意思就是到香港去，去做捞几个面该从公婆做该以后咧想办法。对，做模特，对，所以最尾听他溜到香港学中医，对，好中医，对，哇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说家学的渊源的影响，然后对妈妈，然后只是觉得我想要去应该说我跟妈妈的一个约定啊。其实我妈妈很传统，她觉得做美容事业是不好的，不名誉的，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，其实这个产业并不得到很多的认可。那我只是跟他对话说，好，我会完成他的愿望。他希望我一定要就是学中医，对，那所以最后呢，我想到香港去，因为香港的中医当时比较，就是说应该叫比较文明一点，有比较多的一个世界观跟中国医学的结合，然后跟一些就是皮肤学啊、解剖学这样子。可那时候总裁很动后上，很年轻哦。对。20出头而已，你看看，你都忘记年纪，你这样提醒我。没有，我也特别的，因为我有看总裁嘅书，啲唔下头我是都中香港的好中意，我就看了一下烟迪，我想过哇，这么年轻，现在年轻，俺头上是一个人，是，是去到香港以后中意，而且听说在那边是可以是哇了改变原因合作，是香港可以走到生意开诊所，是，其实跟我们到台北去发展，像我是苗栗苑里，苗栗跟客家人，然后如果你到台北去跟到香港去，其实是一样，加上有客家的底子，基本上。广东话会比客家话后来的厉害，现在就广东话会比较完全比较，因为几十年都没有接触客语比较多，但是你讲的是我妈妈的腔调海陆，对，哇，好险，所以你有海陆的那个客家的女性的那个情感齿嘎哈，有就勤俭持家，有，我想我们都有哈，都有。只是就是你讲上体给的这个任务，你冇强了哈，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改良是遇到香港啦，好中医啦，对，那边可以诊所啦，对，纯香港应该签呐，你还讲小啦，在那里花钱就要在那里赚回来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力雄，很有那种企图心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生活的一种这种精神嘛，对啊。我想，结果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是去接触那个冷冻医学嘛，对，浪头以后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想要把冷冻医学引进。因为其实最主要是想到的就是说，如果我的问题可以解决，那么我希望把这个部分分享给有这个困扰、有内心这个外表的这个障碍的人，在内心的这种心里面障碍的人，可以帮助他们。那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满意，那别人一定可以满意。所以就在这个技术上花了很多的精神。其实应该是说，把美丽的事业跟冷冻医学，跟就是在医学美容、生技医学这几块，从研发、生产、行销到通路，一直到处方运用，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嫁给了他。而且已经深入骨髓，就是说在生命中是跟他一起的，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临床的部分呢，这其实我是从刚开始把美容就用医学的概念来经营，但是呢，在分工分责的部分呢，还做得比较明确跟明细一点，对，所以赚钱只为了理想，所以在台湾开始开店，然后只为了治胎记，所以胎记去治完以后，就觉得我要如果我的40岁可以比20岁更漂亮，如果我的50岁
可以比25岁更漂亮，那该有多好？对对。所以那可是那个时候你想要老两种的技术来带来推翻，应该算是很新。对，非常的新，非常的新。所以你看，你按性改技术改东西时候，有一在按后上改什么，带转来推翻，家人支持吗？不是很支持。我记得我要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原来就有店嘛，那原来我是早期做美容是造型，就是美发呀，连那个就是美容啊都一起。那当时那家店，我记得我在台北民生东路的地方，那一家店一个月净赚可以赚当时的钱60万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，我要的是要把这个技术引进，况且我要开连锁店。因为我在香港已经开完连锁店，已经有6家店了。哇！那回来我就想把台湾这个部分再大量的复制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成熟的时候了，所以就把这个部分的技术，然后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运用，这个仪器原理，就是说在电波也好，微波也好，超声波也好，怎么运用在这个载体的部分，让皮肤可以在每个阶段吸收的活性是不同的，所以就把它拆解技术的国际量化的流程，所以每一只手都是明星美容师。然后跟心情无关，对，哇，这唐姨的心情又好好嘛，台大都走在变动，这样给谁吗？所以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引进到台湾，然后有一个安台改企图心，想要去，其实也是想要给父母动动感应，希望很多人可以去享受完用改一个福利。可是讲到俩，那个时候我们用俩下改公法，好像哇，就是很红哦，那个时候。对，台大水是听说很多人想让你来合作合作啦，请你的推面啊，会不会有？那时候一下子这样从一个这么黑上改小美眉，然后这样一路走来，会有点迷惘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如果你的人生、你的理念跟训练是非常的坚持的话，就像我从小坚持台积一定可以去掉，那个概念一样，对信念，所以就一直都不管再大的诱惑，或者再大的，比如说很多人因为我父亲是做营造业，其实他一直希望我做营造、做建筑业，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兴趣，因为我喜欢比较柔软的东西，我喜欢美的东西，我看到硬的东西我会想哭，是，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觉得那个是我的，那是我的一种坚持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依照我的理念跟我的兴趣。我觉得呢，把兴趣当事业呢，就不是事业了，而是志业。你立志要去做的事情，所以它一定比较容易呈现你要的效果，或者比较。到最后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犒赏你的结果啦，应该这样说。其实简单讲起来是，其实如果你改良性感目的是你有你自己的信念，对，你朝那个方向哈，用眼睛来走下，其实是走对父母很好都改念哈。不过。对于这个按后生的讲什么15岁听听哦，10几岁是有一家改美容店呢，然后去到香港啊，又到香港开店，又转去台湾又开很好多改店，还是非常改后生。可是读管理上，你讲管理，你有我知道总裁一定有自己的一套的方法，可是看书上面听说受妈妈的影响，是爸爸妈妈的影响很大，对。客家妈妈，我觉得客家妈妈有个好处，就是她觉得女儿是将来要嫁出去的，要端人家的饭碗，传统改凶，对，所以一定要很厉害。所以我觉得客家妈妈都把女儿当女强人养。你从小又要会做饭，要会煮做，又要会就是对家人的照顾，对，然后呢又要帮忙很多的事情，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归我管。爸爸生意的事情呢，是账也要记，电话也要接，所以呢，就从小就已经
培养出基础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了。其实真个样讲啦，因为大部下吼，你客家人吼，你向亲朋友提地呀，你客家人什么你大部下就是妈改多一个人呐，好，改东西爸爸又走生意，所以你老爸爸挺喜欢走生意，对，管理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对，而且讲话，每天家里面很多人嘛，所以我觉得当客家人的女儿真幸福。因为虽然小时候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不用这么辛苦，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？但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好。像一般的这种外省人呐，或者现在讲的就是大陆人，他们的概念是女儿要富养啊。宠着养，因为将来他就会离开家了。那儿子是穷养，可是我们客家人不是，其实女儿就是穷养，女儿就是要训练出来，将来的这个妈妈的家教才不会被质疑。对，哇，我可以完全了解总裁的意思，从我的家人是对谁么应该这个搞肉是觉得说他非常的严厉，而且他把它用的非常不是用就推用的非常的优秀，因为。他说：“以后你航班出去下回改时间，你不需要紧急的依靠别人，你必须依靠自己去干，所以你的能力会非常的强，这样走。对，反而对男生，当然难免他刚因为有一些冲难看，这个一般我们发音改社会上语为用，可是他刚因就是谁来因啊，你们青菜有抬着头，那个谁么？你谁东央给好好的搞肉这样走的，而且长兄如父哈，哥哥你还得要非常的尊重啊，非常对，要帮他做很。所以我小时候虽然家里面因为做营造业有很多工人要吃饭啊什么，也有就是都有阿姨在帮忙啊这样，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家里面的小孩，像哥哥弟弟的事都归我管，他们上学的事情也归我管，便当也归我管，书包所有衣服都归我管，都归你管。所以不管是要做什么，要穿的、要用的，要先从总管这里先。哎，对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小时候我总是觉得，就跟我现在的名字一样，总裁总是等着被裁掉，不要让我做那么多事。我觉得总裁动小口很幽默啊。所以其实很小，动谁改时间实际给你推动，对，成为家里的一个大总管。对，因为我没有爷爷奶奶嘛，我们家是小家庭啊，对，然后父母亲从小就已经就是我妈妈是6岁没有爸爸嘛，然后爸爸是9岁没有妈妈嘛，所以基本上小时候就是小家庭，然后小孩跟爸爸妈妈都妈妈也很忙，爸爸做生意也很忙，因为妈妈要配合嘛。那小孩都全部归我管，家里也都归我管，亲戚周围所有的公关，所有的东西都归我管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是因为啊，从谁都来，你改总裁，谁都不喊妈改时间谁一管，狗爸爸妈妈老太，领啥啦？是。所以，然后抽出来你改总裁讲吼，你下场做的新为在国际美容事业，你讲总裁体育家来董事长，很好多升级改事情，因为这边先聊，等下讲怎么？是。